下见到万里长城，见为他王都永固不退前马，可我的子女为什么你们不理会我的苦心也偏哪？天哪！为利是他人，我们累了多少人逃离我的王上，你可知道百姓的生活多么艰我的一统江山，岁岁平安。大地呀，我的亲呀，你追着他这把生是那么亲，那么亲，可是无数次风霜雨洗，这我之身上。不与生我，切不听，请你们作证，此地公作，请你们听论。切不听，请你们作证，把心的。过去永远是我。国家公务厅人，凡受无罪以上，40岁以下的乱子，一律争辩作证。国家公务厅的35岁以上40岁以下的乱子，一律争辩作证啊！你也是啊！国家公务厅的35岁以上40岁以下的乱子，一律争辩作证啊！你也是啊！听到了，一声。去吧。
马老夫子。哦，来了。马老夫子。来了。大人。马老夫子，挖好了没有？快好了。我为是教场，给你一个抗日之罪。好，快点，证明。哎。有过一通放归心，玉盆乖乖有君情，政府所人民心光，百姓何人等您啊！就看他的命，他的瓦匠马上就要悬挂在各处城门。昨天一夜，挖得我腰酸背疼。弟弟，你去这些，带女儿帮你完成。文明大事体，不可闹着我。放心吧，女儿盘子一向认真。女儿不行啊。放心吧，弟弟。你呀。3子万西良，从容于上。6子万西良。快走。
了还是丢进你家屋头，在这挑起约一下。妈你罢了，哎，好了，大哥，哎，慢，嫌他心生名罪，家事何方？我顾留了此体，为何躲在此旁？哎呀，爹娘，做人又不是讲女婿，何必问得这么清爽呢？妈你罢了。哦，大哥，大哥，你们，哎呀，大哥，不能，大哥，大哥，等等，他是万喜良啊，万喜良，所以你真出人了吧？你们可是瓦墙？你们看，哎，没有几分像呢？怎么有几分像呢？简直是瓦墙，一模一样。哎，管他一样不一样，万圣捆绑要往他拿。哎呀，弟，是万喜良事故，江南能够一代巧想。哎呀，慢，小伙子，你休要撒谎，只然你真是万喜良，今夜三更放你远走他乡。哎呀，你讲啊！哎呀，讲啊！你快讲啊！大宝，发生真是万喜良。哎呀，我是万喜良啊！你家既然死在这下，老丈人的才是离开正常，你都不去，总不能叫我们这样的找书人去累着太监。大哥，大宝，姐姐，你快讲吧。我兄长万喜人，一去别家做人家，哪知他这有把酒来还乡，因为生病妻子已了，我俩头大皇上还要我万喜良，因我受你真兄长，做人只想要我承当，下令上报来做那，下得府里向北京四处走，我在三亲兄弟自孔子数百次，从此这段万家要团的一马枪弟，万喜良，请起。大宝，哎呀，皇上看中嘛是好事，你不去，总不能叫我们去了。我看万事要往大堂。大哥，大宝，既然你们要是我去大堂，我万喜良命该人称，父皇可惧啊！弟，别罢，他跟你所谓反则俱讲。弟弟，快陪我来吧，大弟，快去吧。对吧？多谢大宝。哎呀，万喜良，快去吧，快去，哎，快去吧，快去吧。把银万喜良，保官有赏啊！杀子万喜良，从容有赏啊！弟弟，怎么闭门解开，要增加他们？就是为吾身体所伤。弟弟呀，弟弟盼子千丝了，离他无意与我养，我配好一我官娘，也不安从他路上。
怎讲？弟弟，女儿虚岁，黑眼不抬，正好头见半凄凉。弟弟，你快走！飞到的胸口边，岂能看妹妹，你们不该讲，你不在他不讲，哪个不讲呀？讲！至于父母条件，女儿从来珍贵收藏，牺牲我结巴生子，配身亏欠，除了办事了，我做新家娘。哎呀，弟弟，你不要哭了，弟弟娘，你们看，妹妹被你们惯成这个样子，哎，弟弟，他弟弟早定不出事，已婚卵子可不去责任。我看今晚就让女儿与他，哦，岂不是良结？不可忘娘，万喜良可是早定咋的工匠啊？这可怎么办呢？再商量，再商量，再商量！哎呀，再商量，再商量，再商量啊！再商量！娘，喏。老妹姨喜良担当不起，用其他恩他的原谅我的不知而去。这里什么？他要走？啊！王家小姐，范喜良，母贴人命，为难自动自留你，一直都还到别离去。
家亏待你，莫比我忙将子分离，莫比我言语少见得，莫比我就是不自理。小姐，切莫生气，听我说。情感情永远长，我愿意在天留住。
们吹喇叭。嫂嫂，听我，嫂嫂，喏，这是聋子的耳朵，这弟弟做虎养子的。我家路不走远，昂西子望他，我家母上要花红，小将且把父子当。西车在肚子里，我亲自到自身上。荷花作叶落，闻莲儿大声纷纷响。流星风一定经文不泄露，必有老千满手上。二郎星儿自从前，八年一去，8年一去，情字长新郎新娘准备拜堂。战士们先速度预备，战士们先速度预备。娘，弟弟，跳这么快，弟弟。大人，快把衣裳脱了，毛衣站倒，快把毛衣站倒。对的，快！开门！大人有何公规？随他讨饭，范西良。西良，见到此生美玉。见过，几次见过，便是要我杀他的模样。老夫也是恩着在兄，了之自早。弟弟，你怎么能开这等玩笑？弟，这种事不能下讲。见过便是见过，老夫一生不为实谎。大人，此人生得天庭饱满，地绝方圆，一副贵人天相。老夫子，快说，他远在何处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就在我家。弟弟，你怎么有这样慌张？这个大人，他弟这几天发烧，脑袋瓜有点不正常。一派胡言！我大人说话，你们不要开枪。快讲，范西良远在何处？就在我家厢房。就在你家厢房。娘。是。大人，请。娘，你过去。
请你。范新良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快出来！不要喊，不要喊，你们喊也不用。大人，待我请他出堂。大人请。大人请看，这就是你们要找的范西良。华将，唉，官府知道老夫有一技之长，送来范西良画像，要我连夜画上说章。正门口张贴塔路边圆榜，画完了教材，老爷说我画得不错，又要叫我画上几张。我本想猜字，竟不知老爷夸奖，夸我笔墨有神，夸我画得有阴有阳。3言2语，我就上了他的当。看样子今晚上我又要挑灯作画，非我等有几两。老夫子，你东吹五路西吹表，我要找的是范西良啊！他就是范西良啊！我要的是我人。大人，我人？难道他已经身亡？啥是死了？又何劳只为国家守信，东奔西忙？去！大人，真他妈我见鬼！梁耀生找了个苦农匠，这大人，杀到范西良，告诉我一声，免得老夫空好别莫浪费时光。大人最好无畏一掌。哎呀，小生生了，弟弟，他们已经走了。哦，弟弟啊！禀报万岁，匈奴以大魏老营刚在青哨船上随人将士出征岳父，无一应声。啊！欺人太甚！万岁，修筑长征还需加快加紧，匈奴屡屡越线，皆因攻阵缓慢，趁虚反进。蠢子，杀令什么？自40岁男人，不管有不起身，不管家有疾病，见父边退不用，休作万里长城。家的心想去过又咬牙疼，他下到了夜气心痛。不知故，不想父王你。
长女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花冠，好看，不好看，好看。金娥，长女，金娥呀，完了，老金娥，完了，金娥，哪？哎呦，完了，带上吧。好看不好看？好看，真像个新娘。咱家本来就是新娘嘛。长女，让我好好的看你。看吧，看够了，好好的夸奖。长女，你真美，美得像个女人。看够了，那就再看看你自己，刚才一股跟头，弄得满面灰尘。洗洗吧。哎。铁头风，又见我自己伤害心，心疼用也何止呢？当也好心，何止心？我有时泣不成声一悄悄为他。心成了鬼不像鬼，thần不像thần。他发愁大，我听心啊。没有什么，完了。
没有。那你高兴？高兴啊！高兴，我高兴就是了。完了，江女，江女。哎呀，爹！王静，往日都是你弟弟送粮早餐，我怕造成生意，今天你辛苦一次。哎，好吧，娘。弟，都怪你们一时糊涂，找了个大完州女婿。哼，少说废话。弟，还是我去，我觉得下不引起之意。不，让他去。你还是快去吧啊！娘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好了！官兵进城了，15岁到40岁的男人都要被抓去做长城了！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！快进去！弟弟，这话出了什么事？既然你人甚至皇上又要杀，是我说吧。有人是年轻力上的都要去，有人是两定正业。内人都去。哎，谁来当天？谁来背亲？谁来背礼？家家相互是我严重哦。是啊，关于女人生不了孩子。哎，以我之见，这怕是两定丑业。这可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早准备预防万一。娘，谁心谁背都是牛，我哪个也不让去。再说，王静是个死呆子，而你，我还是个孩子呢。事到事间，别无妙计。你们兄弟俩找个局吧。唉，免得怨爹娘后此不必。不，兄弟，按理是该我去，可你嫂子看起来就是骨子里气血两虚，要不然也不会到今天不生孩子啊。这些日子调理，好不容易怀上一个，夫妻还是个儿子呢。娘，这话有了，我可没有听你说气呀。是啊，我也是才知道的。哎，我要是一走呀，他心里一急，只怕这孩子落不了地呀。哎，不要死了，我去。兄弟，你跟上你。娘，不要慌，不要慌，自有旨意。快去，好吧，我把一罐拿来。快去！娘，开门！快点开门！好，快去！快点！娘！大人这一次光临，不是原因。这里，大人，请。哦，快倒茶。大人，请。大人，两位大人，请。到了这么多人家，就说你老夫子最客气，到底是知书识礼呀？哪里？不过我可没法客气哟。皇上有令，凡15岁至40岁男子，
不能加油既定，不能有无其事，一律服便服药去。啊，都要去，都要去。他是你儿子吧？哦，小儿忙你。那大儿子呢？长子忙进，躺在屋里。怎么了？大白天睡懒觉？去。大人，这叫谁长了？切死了就听，一病不起。什么病？伤我。最难传播，想必是听说过的。此病上吐下泻，睡眠不静。老夫精通医道，也知此病无药可医。老夫恶用难道，想必是前世造了什么孽哦！大人，既然无药可治，煎药干什么？司马当话蚂蚁。老夫子，你说我是该信你，还是不该信你呢？大人，岂可与荒野半句？大人早晚不信，那就请大人高抬贵手，把他背了去。大人呐，去大人贵手高抬去，把我儿带上长城去。你好从国书，免我常唏嘘。两眼不见心不白，放心以为免过去。一句他就也好，外望他人少带去。他怀路这段情，一句这吐去，免得因个手找他，到死也外空去。免得他问多远，到我梦中可遇。大人，拜托了。让我接他当小子。大人早晚不行，不妨进屋一看呐。你我不懂，这病杀不起。大人，不过看你这么大年纪，收入这个9不我的儿子，倒像成全了你。把弓箭拿来。我已经送他到阎王那里去。大人，不要忘记。老家伙，还想和我耍诡计？大人，大人，我不讲了，老婆，走，哎呀，走，来，走。大郎，你听，可红叶就在老死地，他就让我帮着卷包。小玉，来啊！咦，别过姜氏岳父告父老想倾诉，这类似长城。
西城，哥哥，哥哥，西城哥，完了，一下同名同姓就算注定很难完了，你看这，完了，你看这是手印，这上面有几3个血手印呢？儿子的名下的血手印只有4个字头，你可看起，只有你哥哥有关系呀。小子，他把娘亲切他，不小心切断指头一根。哥哥，西城哥，哥哥。见你，怎能生气？
怪埋中国，为得个长城屹立，中国用心，记得爱我心。跟着，跟着，走，走，我要是禀告，讲，我知道万喜良他在我这当真。哦，是我当真？当真。松绑，前面走，快走！正要抓到他，上有王金。王金不必了，大婶子要帮我回家就行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走，带路。我妹妹居然老子往你洞中躲着，我有礼物了。杀到万喜良，自有重赏。不必了，大婶子要命我要有，不去便怪。大人就是我的最生爹娘啊！给你送走娘胎，变个女人模样。大婶，这可是你亲口应用的呀！见你快生了，你我打他金钻。罢了，大婶，大婶，走，大婶，大婶。
官府别得劲，你来郎四方，还不应别抓走，我才往返郎到长城上，西门看子耳边响，一路前进西南风岗，一副年轮是风尘，爱一送长城上，送到长城上。他爹，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哦，爹娘，讲你我若是心头配下一番话，见了父母难言讲，自作亲人陪过去，忘记走的句句他，大娘等等见，眼波看的深深看。待到五更，这梦是同在梦中，忽儿郎。最是苦命桃花塘，年中过了落水马，桃花深松，桃花深，别可鸟泪汪汪。将你嫂子去堂城，对下儿郎更凄凉。谁管这嫂子明了，谁人姑娘她寂寞子，谁在宽心话诉句甜，谁不泪风涛。女儿，有什么话只管讲吧。没唉，你又在想细凉了吧？去了1个多月了，也不知道他们是时候近况呢。忙进忙人上路的时候，汗衣都带上了，只有洗凉，还是一身单薄衣裳。眼看秋天就要到了，没有汗衣，只好当的是风霜呢。不要哭，女儿，娘，话到嘴边，儿本想不讲。爹娘面前有什么不好讲的？是啊，讲吧，讲吧。
我要去长州，我要把花衣送给范老。啊！什么？你要去长城？那长城远在千里外，山高路险地荒凉，男人独自苦难当，一小女子怎能不乱想？娘何不怕？那不怕，小女子难过抗击走一步走一步，千里路步步必定娘。你话不见你，当我本月亮，我的月亮，我的天，真是盼新娘，真是盼新娘。再商量，爹娘，在心里我真是不放心儿啊！爹娘这一头永不让你牵挂。唉，我知道我女儿的秉性，那定之意不该自责。你不是不放心忙进忙人吗？让江女一并开放，见着他们，当讲的讲，不当讲的不要讲。娘。娘，咱们父母空堂，就是老人爱康，饮食起居都正常，一日三餐吃得香，牡丹桃花不忘情。一去马上归。
下，长城万里兮，故我中华。层层跨，层层马，千秋功臣休去观察。谁要挡我的路，将我抓，将我杀。我是谁？我是李健，我是霹雳，我是从前长啸的骏马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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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眼人闪开，关公老爷来了。
官拿去。过了几道关不要紧，全体团队都可以通杀。哎，老爷啊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。哦，我是啥子的？晚上回来需要兄弟付出额头啊！是不缺责，老爷后面姐姐。老爷，大人，我是买草坪的，有个几只啊，这是你们家菜。我不跟我吃牙缝子。哎，大人，要想惹得我，找我把我关啊！哦，那我们听。大堂的。就我免费来一张，要把故事都讲话版的啊！大人，我不是当场的呀，我是开棺材店的。混账！我家王爷那个王王，我刚讲了一帮就被大人当官，都下蒙问过关，统统靠边站。大人，来了个小女子，你看长得蛮漂亮的呀。这小女子真漂亮。哪里去啊？官老爷，我常父在关外做少长城，我为他送去何意，请老爷放我出关。耶，不简单呀！哎呀，小女子啊，老爷我是个大男人，在长城上关了8个月，哎呀，落得个腿断肾斩。你要是到了长城，只怕你是死着出关，活着进关哦。也说的有道理呀。我从江南走到这里，经受了7载8难，只相信这世上没有趟不过的河，没有过不去的山。说的有道理。这个小女子倒是不可小看哦。是啊，不简单。好吧，拿起来，老爷我赏你过关。对，拿起来，拿起来，老爷是小女子囊中空空。没钱，这你一路靠什么吃饭之地？对呀，一路没有钱买草。哦，买草？好，那你就炒个小吃，老爷我听听。好的好，老爷我赏你过关。多谢大人。曾经一粒泪把草青，望上下子扫长城，心魂云交杯举，滚滚年轮呀，送情人眼睛一粒泪，年难当，文从要在我身上，我定我天肯去，我定我父的光景了，究竟一粒泪眼能开，无言脚下待霜
冬季一粒泪，绣花飘，望将你千里送回忆，千心万苦尽不移，但愿夫妻能相遇。哎呀，唱得好，唱得好，这嫂子弟，唱得好，唱得好。大人，请让小女子测官吧。哎，这什么？再听了一曲，老爷我为么听过瘾呢？不像我们这哎呀，老爷，哎，老爷，哎，这女子不但小曲唱得好，模样儿也长得不错，算得上是秀色可餐啊。秀色可餐？哎，秀色可餐。你这么精彩啦？是清蒸、红烧，还是油煎啊？哎呀，哼，癞蛤蟆下去舔我娘，门到处的满天啊！哎呦，大人啊，你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是说，你上个月不是夫人归天了吗？你何不与这女子结个良缘啊？这个自己搞定哦。哎，大人最好，哎，大人慢点，不，最好。哎呀，我是小女子啊，你就不要过怪啦，跟我回家去做个贵太太，我帮你不能吃错。这小日子是麻油薄凤面，又下又甜。对，你不狂这个啦，你跟我们大人也好。笑脸了啊！你的无礼！哎呦，大人当心！好，要出关，把水中一包留下，要么就等到7月49去。大人说的对。大人你不可思议，什么是也不是的？继续，先绕关。别说什么，你想要啥呢？把会议子，别动气，别搞翻了。天哪！眼眶一道，眼光的款款尽将将你抢。白狼啊，你在堂城惹血祸，可当家欢迎跑到瓜生里，你自边关朝天地，人家却要同你越活意，以为居家有算你手边过，其恰是你早啊先生难做，先生难做，靠夫妻。范世良啊，范世良，你也傻了，我也傻，我夫妻俩成功傻到底呀！你在骂谁？我没骂你，那你刚才是？我骂我的丈夫范世良。就是那个能工巧侠范世良，当然是那个妻子虽生气，他都管不了的范世良啊！你，哎呀，恩嫂，我先打司机几个耳光！哎呀，你是谁？恩嫂，听小弟讲过这些啊，小弟原在关山读公才高，那天遇到成绩太高，哎呀，杀得一道太早，
多亏西凉大哥率领众人冒险敲开巨石，又用草药治好了我的腿伤，救命之恩没此难忘。原来是这样，快起来！走，去，走，去。看到有这样，这当官的真是没有良心啊！没有良心，太不像话了。请。是让他这长成这样，人上。万喜两代人一心当，百鸟与难都下邦，万喜两故人与独良，就会得到法福星。万喜两本领不寻常，官王决定来成乡。万喜两只要一字变，他人这个天风啊，高呀天风上。真的，恩嫂，来，老爷，怎么怕我不进你去？不是面上的饼是凉的，下面捂着热乎乎的。来，恩嫂，先吃东西上。恩嫂，不，你吃吧。恩嫂，我这里有红枣，这里还有鸡蛋泥。谢谢，吃吧，谢谢。哎呀，谢什么啊？你丈夫在关外做人，我们大家都对呀。要不2天3头无人的马的闯进关里，见东西就抢。还糟蹋人家姑娘。我们都爱人，这是苦了族人兄弟和你家的烦恼啊！是啊，不啊。好了，文山恩嫂，早日与她的丈夫见面吧。恩嫂，请见面吧。恩嫂，我无说你翻过鞋面三告。不，都是老爷好意，忙家女不管谁领。恩嫂，这就今儿不再难为过关之事。好，从今以后，大家过关，我睁着眼闭着眼，不受禁语。我们让郎家女先走，愿他早日见到郎君。慢，一杯醉酒，不人敬意，点点滴滴，使人心啊！有彩礼，大宝。
肯定有人打包了。哎呀，逮了好好的呀！
亲。妹妹，哥哥，妹妹哥，哥哥。妹妹，我对不起你，愚昧妇啊！哥哥，不要再提了。哥哥，马年底的可好？我那饭了，可为精神啊！好，金公公，你为何不在山上走走，却来到这里？爷爷难尽啊！做成的日子痛苦难忍，吃亏正赚，饭亏善了，既靠身体健康，也更省啊！寒菜饿得也是三等，为怕岳父捣碎，病里压迫重症，带着镣铐管碗，光着棒子进去，毛本你哦，当不知寒风刺过来，这日子太难熬，才是谁赢啊！哥哥，那你因为我是个读书人，有些答应守法公文，陈爷退了营中一张虎皮，我也三根拔出大义，爬出来的3天3夜八股不定，4个子弹鲜血淋漓呐！
妹妹，你快告诉我，爹娘可康健？桃花可平安啊？爹娘读完之罪。哦，这是桃花已经离开了三境。什么？桃花已经命归亡极了？这是真的吗？赵长城需要农民收回家婆，家里人虽了怒他，严成民常常说，本来可以杀回开锁，可桃花心里太紧，只盼着早日把农民送到边关，让你们早日做好长征，早日回家。对冤呐！天哪！桃花要这遇到风浪，扫他回家都有，就是一生冒险相生。我再去多远？哥哥，我再去多远呐？大伙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哥哥，哥哥，哥哥。百岁，请快到长城烽火！长城烽火！好，好！此华国土，壮丽河山，气勇雄怒，情万一等。这名字一条去龙，此番监督长城为我，烽火会日月，千秋江山，永长开国。来人，来！我要上长城困监督，